成個屋苑入邊咧最靚嘅樓棟咧，我認為咧一下就係1期嘅9號樓，同埋啦我哋呢個6號樓同埋4號樓嘅。呢3棟樓咧，我覺得係景觀方面咧係最靚嘅。因為畢竟嘅話咧，呢啲戶型咧，佢一搶手嘅情況下咧，好過樓層嘅話，一定係先到先得。咁講緊嘅總價嗰邊咧，就係大概係93萬左右。93萬左右。想喺大灣區買樓，信息太多太雜，驚買錯，手續又唔知點搞喎。中居地產深耕大灣區13年，陪住數萬個家庭，見證佢哋喺大灣區首個家嘅建成。從買樓到驗樓、裝修入住，全程保駕護航。中居地產，你嘅灣區置業好幫手。即刻撥打熱線電話54481444，開啟灣區新生活。大家好，我係你嘅灣區好幫手阿乜。今日嚟到咧珠海呢個湖心路，同大家追訪下都會大景3期呢個項目。3期咧已經嚟到咧銷售嘅中部階段啦。咁目前已知嘅6號樓同埋8號樓咧係已經啦收咗樓入住嘅，而且亦好多啦住戶係入住咗喺入邊。所以我哋透過現場能夠見到啦，亦都好多人做咗封窗啊。咁啊講緊咧現階段銷售嘅樓棟咧，主要就係1棟嘅1單元同埋我哋嘅2棟。咁啊，不知不覺啦，2棟咧亦都會銷售嚟到尾聲啦。喺我哋今個月11月嘅30號同埋12月嘅1號、2號係集中嘅交付日嘅。所以如果買咗2號樓嘅朋友嘅話咧，亦都可以聯繫我哋中居地產，想要提供免費上門嘅度尺啦，同埋封窗嘅一個方案啦，同埋室內嘅裝修設計方案咧，可以聯繫翻我哋中居地產㗎。好啦，咁啊再講翻啦呢個項目嘅主要情況。咁目前所已知嘅項目咧，喺3號樓同埋4號樓同埋5號樓係仲未開售當中嘅。咁目前咧已知嘅就係發展商即將會喺下個月咧會加推我哋4號樓嘅。咁4號樓咧佢個戶型同6號樓嘅戶型係一樣嘅，都係咧以119平方、99平方同埋133平方呢3種積為主嘅。但係具體價錢咧係未出嘅，同埋具體有啲咩政策，會唔會跟翻現階段咧都會大景3期送車位呢個政策咧係未知嘅嚇。所以我哋一切咧等下個月先可以揭曉到。咁目前都會大景3期，仲有冇呢啲咩尾貨可以俾到我哋一啲香港朋友嚟執漏咧？有嘅。咁目前2號樓咧喺106平方咧，依然係仲有一啲咧中高嘅樓層啦，喺選擇上方面咧可以去揀到嘅。目前咧仲有14樓啦、18樓啦、21樓、22樓等等呢啲中高嘅樓層。咁總價方面咧，106平方呢種積咧，總價目前咧喺我哋特價單位能夠見到啦，平嘅去到92萬嘅。95平方南北對流呢種積咧，平嘅去到87萬嘅。咁有冇中晒啲嘅單位啊？有75平方嘅2房1衛。2房1衛呢個戶型咧喺湖心路咧係非常之稀缺嘅，所以如果我哋係居住非常之少家庭人數嘅情況下咧，可能1個人或者2個人嘅情況下咧，不妨考慮下75平方呢種積，因為佢嘅總價咧會嚟到咧極致嘅低價63萬左右就可以買到啦。咁啊，所以價錢方面咧喺呢個盤係凸顯到啦佢一個最主要嘅性價比。成個項目嘅管理咧係用翻咧萬科嘅物業嘅管理嘅，目前嘅園林方面已經全數啦悉數做好晒俾大家，所以可以感受到啦我哋一個都會大景佢嘅一個豐滿嘅園林景觀嚇，兼且咧入戶嘅大門咧目前都做好咗噶啦，喺我哋入門呢個位置嘅嚇。咁啊入門口咧，將來我哋2號樓收樓嘅業主啦，或者之後嘅6號樓、8號樓嘅業主啦，包括咧9號樓嘅業主，甚至乎之後買咗再收樓嘅業主咧，大家入門嘅翻屋企嘅選擇方式咧，會多一種選擇嘅。除咗咧現階段嘅臨時嘅消防門嗰個位置啦，揸車翻嚟屋企之餘咧，仲可以享受到咧喺我哋湖心路嘅呢一個橋頭位，直接落嚟就可以揸車行入去我哋嘅地下車庫翻屋企，亦都可以有時 call 車嘅情況下可以定位翻咧我哋都會大景3期嘅一個正大門，亦都可以搭車翻屋企，所以係好方便嘅嚇。咁啊，呢個屋苑咧主打嘅一個性價比同埋佢嘅交樓標準咧，我覺得都係比較符合到我哋好多人嘅香港嘅審美嘅，因為佢主要係以一個現代簡約風為主嘅嚇。好啦，咁啊今集嘅話咧，主要同大家去追訪翻咧4號樓加推嘅戶型，因為當其時6號樓啦佢賣得比較好嘅，
主要都係我哋嘅香港朋友買得多，原因亦都係因為佢有一個非常之靚嘅戶型，133平方，亦都係成個屋苑目前最大嘅戶型。133平方能夠做到咧橫廳嘅大4房，無論係廳啦同埋房間啦，都能夠俾到啦我哋好似一啲住大平層嘅感覺喺入邊嘅，而且個價錢咧亦都係非常之平噶。咁啊漏講咗一樣嘢咧，就係目前咧我哋一啲尾貨單位咧係享受到啦送車位咁樣一個優惠政策嘅，直接係送一個負2層嘅使用車位俾到你啊，即係可以講法就係跟層樓咁用啦嚇。好啦，咁啊我哋事不宜遲，上航拍入去睇下4號樓佢嘅加推情況係邊種積先。咁依家嚟睇下4號樓，先睇下119平方呢種積先。我哋揀咗10樓咁上下嘅中低樓層嘅區間，目前咧已經係無坯嘅一個階段，咁明年做好裝修就可以進行交付噶啦。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講嘅入戶花園，咁喺呢度做呢個玄關鞋櫃。呢個客廳咧係比我哋現階段所賣嘅2號樓嘅106方嘅面積咧係要寬闊咗少少嘅，成個戶型咧就係比106平方嘅積咧係大少少嘅，啊，亦都可以理解為106平方嘅放大版啊。所以陽台方面咧都會大少少啦嚇。咁當然總價方面咧亦都會比我哋啱先開頭介紹嘅106平方嘅總價咧係要貴少少嘅。啊，咁啊，呢個戶型相信就會總價咧會超過100萬出頭啲噶啦。但係景觀方面都係唔錯嘅。首先佢係望到咧呢個泳池嘅正中間泳池，成個屋苑入邊咧最靚嘅流動咧，我認為咧一下就係一期嘅9號樓，同埋咧我哋呢個6號樓同埋4號樓嘅。啊，呢3棟樓咧，我覺得係景觀方面咧係最靚嘅，因為佢望嘅就係園林最中間最核心嘅位置。而且係向翻東南向嘅呢個朝向，洗手間啊有窗戶，雖然暗少少，但係客人廁所嚟嘅，呢個唔緊要。然後呢間房咧啊，其實都夠大嘅。咁最重要啦，呢個戶型咧係一個傳統式嘅直廳戶型，3間房咧都係非常之襟用嘅，非常之見使，空間見使。主人房咧嗱，亦都好好用。呢個係套廁啊，有窗戶嘅。呢個係寢區。主人房，哇！主人房好大喎，大家發現未？主人房好大啊！啊，呢個119方，望嘅園林景觀啊。咁啊，呢個園林咧已經係做好晒㗎啦。咁包括呢個屋苑嘅正大門咧，就係我哋左前方呢個位置啊，其實都做好晒嘅。所以咧，日後咧呢邊揸車翻嚟咧，如果係我哋2號樓收樓嘅嗰啲業主嘅話，目前咧個停車場咧都已經可以使用當中噶啦，啊咁啊樓下嘅停車場已經做好晒嘅，咁啊呢一個政策咧，目前咧我哋買2號樓咧依然係享受到送車位呢一個政策㗎，送車位 ，OK， 所以如果呢個加推之後嘅4號樓會唔會有送車位嘅政策咧？我哋唔明確啊，因為發展商隨時有可能有變動。但係如果大家咧真係擔心有變動嘅情況下咧，可以約阿 Mark 過嚟睇下2號樓現階段現存嘅一啲現貨，因為今個月就收樓㗎啦，啊即係下個月啊，大家已經好多人已經裝修，我甚至乎見到2號樓已經有人咧做緊封窗㗎啦，嚇，即係仲未收樓就同發展商提前溝通入場，我先封窗先都得㗎啦。好，咁依家再嚟睇下99平方同埋133平方。好啦，咁依家嚟介紹下133平方，我哋嚟到啦20樓呢一個樓層啦，俾大家做一個參考嘅。咁啊，呢個點解阿貓唔揀低少少樓層咧，揀高少少？我哋入去睇一個就先知道。133平方呢個戶型咧，喺之前嘅6號樓咧係相當之好賣嘅，好多香港朋友咧都係追住呢個單位嚟買嘅，直到後尾咧賣斷貨之後咧，依然仲有香港朋友想追呢個單位，仲有冇貨嘅，咁啊，但係都斷供咗一段時間啦。咁依家好消息嚟啦，4號樓準備加推啦。咁睇下我哋之前嘅留意呢個133平方嘅香港朋友啦，啊嗱臨位我阿 Mark 咧攞啲詳細資料先。咁呢個戶型咧，前面公區咧有一個好長嘅嗰個走廊過道啦。咁呢個戶型咧喺前庭呢個位置，我覺得同我哋依家好多啲4代宅啊，尤其係華發起嗰啲4代宅咧，呢啲公區長條型嘅走廊位咧，我覺得有啲相似啊，
都比較好用嘅。首先呢邊咧有個窗啦嚇，密封窗嚟嘅，增加採光性，但係大家又唔使擔心到時會有水啊、有雨啊撇入嚟。咁當然其實呢個天井位可能性都好低㗎啦，呢個係防火門嚟嘅。133平方咧，能夠做到啦大橫廳設計。首先入門咧就係一個超大嘅玄關位，同埋門嘅後邊咧就係客廁做乾濕分區㗎啦。睇近格就知，呢邊就係第一間客房。第一間客房啦OK。咁再嚟睇下個廳啦。點解我哋嘅香港朋友咁中意133平方咧？就係呢個超大嘅橫廳。由我哋嘅廚房呢個門咧，去到啦呢個鳳牆咧，佢嘅距離去到5.9米，好誇張，5.9米嚇，133平方。所以呢個戶型咧一入嚟咧，俾人感覺咧有啲似係好似啲第四代住宅咁嘅 feel 喺入邊嘅嚇。咁我身後呢個就係廚房啦嚇，兩個趟門廚房嘅空間，我覺得係一個 U 字型嘅佈局嚟㗎啦，呢個毋庸置疑嘅。大家如果考慮想將個廚房放大嘅情況下，冰箱位咧，我覺得可以擺放嚟呢個位置咁樣開冰箱門，我覺得都可以，唔係話唔可以接受，都可以嘅嚇。咁呢個係一個3趟門嘅一個設計啦。出嚟睇下個陽台，陽台依然係同我哋客廳一樣嘅長度5.9米，但係私隱性方面咧就係因為前面呢一戶咧就係119平方，啱先所介紹到嘅戶型。咁呢一邊啲窗咧就係涉及到咧係我哋一啲公區嘅窗啦，同埋人哋單位嘅窗，所以陽台私密性稍微會低少少。買呢個戶型可以適當考慮做風窗但佢嘅視野啦同埋感官性咧又係彌補咗呢啲少少嘅私隱性缺點啊。你可以睇到啦，我哋依家緊20樓去望出去咧就係望得遠，景觀舒服。透過2棟樓之間嘅錯距咧，望到前面嘅一個江景嘅河景嘅。視野比較舒服嘅。翻入嚟單位睇下第二間客房，呢間房咧佢嘅景觀視野咧都係非常之唔錯，而且我哋透過呢埲窗咧能夠見到遠處嘅白藤湖啦，同埋呢一個香海大橋嘅湖心路嘅上落站點。冇錯如果咧你喺香港港車北上嘅話咧，你一出檢車口之後咧，直接一條高速就嚟到呢一個位置，亦即係話咧，我哋如果喺港珠大橋落嚟咧，基本上翻屋企咧，經過一個燈位就得㗎啦。你話方唔方便咧？甚至乎，如果我哋翻香港嘅情況下，港車北上咧，都係一個燈位嘅事情嚟嘅，係好方便嘅呢個位置。所以呢個133平方咧，佢嘅總價啦同埋戶型嘅實用性啦，係直接咧同我哋中山嘅一啲坦洲嘅戶型咧係有直接嘅競爭性嘅。所以如果考慮翻133平方，想喺珠海唔想喺中山嗰邊去買樓嘅情況下咧，呢個都會大景嘅戶型咧，大家都可以先提前問阿媽攞定一啲資料先，因為畢竟依家係同大家搶先睇呢個單位先嘅。嚟到睇下第3個房間，啲飄窗台咧好長，好處係咩咧？嘅窗嘅開揚度咧夠足。另外一方面就係房間嘅採光性又係足夠嘅。咁我哋嘅景觀同我哋隔離嗰間房一樣啦就唔伸出去啦。但係要同大家講喎，嗱，如果大家想個廳放大啲咧，呢埲牆係可以駁嘅。大家睇下呢埲牆，你睇下知啦，咁薄嘅啫，唔係主力牆嚟嘅。所以你將呢個房間咧做成一個開放式嘅趟門之後咧，呢個客廳不得了啦。因為人哋一入嚟你間屋咧就覺得，哇！你呢個戶型咧似係嗰啲大平層嘅單位，係嘛？133平方，嚴格意義上喺依家咁嘅開積數唔算係大平層嘅面積嚟嘅。依家啲大平層去到170、180都唔叫大平層㗎啦嚇。咁呢個係一個飄窗台位，望出去景觀咧有驚喜。鏡頭過嚟睇下。嗱，我哋透過啦前邊嘅棟數即係我哋一期之前嗰2棟嘅中間罅景啦，望出去咧見到有啲雲紗樹嘛，所以呢個景觀咧係兼顧到啦一啲非常之靚麗嘅一個景觀喺入邊嘅，亦都係唔錯嘅，我覺得呢個戶型呢邊咧就係主人肚廁，咁廁所個開間度咧就唔係好夠嘅，所以大家見到咧夠長唔夠闊。做浴缸咧就會掹啲但係如果唔需要浴缸呢啲咁嘅配套設施，依間屋我完全係作為一個度假屋嚟使用嘅話，我使乜浴缸啫，係咪？
咁啊，出邊有時有好多我哋好多吃喝玩樂啊嗰啲喺出邊嘅範圍比較多啲嘅，依間屋咧都係主要作為自己休歇下，翻嚟放鬆下自己嘅身心啊。咁一個情況下咧係唔需要浴缸嘅，我覺得嚇。咁當然你話可唔可以做浴缸啊？咁樣啊，可能嗰種做法咯嚇，即係縱式放置咯嚇，縱放咯，咁啊唔係橫放咯。好啦，咁啊133平方介紹到呢一度，如果大家想要詳細資料，嗱聯繫阿 Mark 先，攞定呢啲平面圖或者提前約阿 Mark 過嚟睇咗樓先，我覺得都可以嘅。因為畢竟嘅話咧，呢啲戶型咧，佢一搶手嘅情況下咧，好過樓層嘅話，一定係先到先得。如果咧佢嚟緊加推之後嘅政策咧，係依然配有呢一個車位嘅政策咧，我覺得更加 fit 啦嚇。咁呢一方面咧，我相信會更加受我哋嘅香港朋友歡迎。畢竟大部分嘅香港朋友翻嚟呢邊都係港車北上為主嘅。好啦，咁我哋依家咧介紹翻最後一個99平方先。咁最後嚟睇下99平方，99平方咧有個防火門啊，咁啊再入嚟呢個空間咧相對獨立嘅空間嚟嘅。咁啊，我哋依家身處係14樓04單位99平方3房2廁南北對流呢個戶型嘅。咁啊，真正入屋企嘅門口咧係呢一度嘅。咁所以咧翻屋企咧係有2道門嘅，唔知我哋嘅用家咧會唔會介意呢方面咧？有一啲唔介意嘅情況下，會覺得呢個位置咪等於係變咗自己嘅，係咪啊？咁所以咧呢方面咧係因人而異啦。嗱，客廁會擠放喺啦我哋入門嘅首要第一個位置區域嘅，好處就係我哋翻屋企咧就可以即刻洗手啦，同埋咧我哋嘅客人咧就唔需要經過入邊嘅房間就可以用到洗手間，所以對於屋企主人家嘅一啲房間嘅私隱性嘅保護咧係比較到位啲嘅。咁呢個戶型咧主要係做南北對流雙陽台設計，喺功能性上面嚟講咧呢個戶型係做得比較好啲嘅。咁嚟睇下我哋外圍嘅景觀啦，嗱，咁出邊咧就係呢個外圍嘅北向景觀嚇，咁啊右手邊咧就係呢個時代嘅香海彼岸啦，對面咧就係恒裕江山匯。咁啊講個小知識點，對面恒裕江山匯目前嘅價錢咧比我哋呢個小區咧仲要貴㗎嚇，咁所以咁當然啦，屋苑方面咧嗱，對面嘅小區係比較大啲，但係大家睇起身咧密度又好似乎高啲啊。咁啊我哋呢個屋苑咧佢就係圍合式嘅佈局，咁佢嘅視野方面咧，密度性咧就冇咁高啦。出嚟睇下陽台，你就知道咁啊，因為佢圍合式嘅佈局啦，園林擺喺正中間，所以咧就會見翻咧中間園林嘅。遠處我哋有少少驚喜啊！我哋14樓遠處仲可以見到咧呢一個河景，非常之正啊！廚房咧就會設喺呢個位置嘅，縮咗入嚟呢個位置。所以佢係一個單趟門嘅一個設計嚟嘅，冰箱位係擺嗰度啦。然之後我哋依家喺2號樓方面咧，仲有一啲尾貨選擇啦。尾貨咧就係講緊2樓14樓呢啲單位嘅，咁總價咧平㗎嚇，因為尾貨啦，80幾萬就有交易，同樣係呢種積。咁嗰邊嘅面積數啦就嚟到啦95個平方。呢邊咧係99度，呢邊係向翻園林啦。房間咧就唔會受前面嘅119平方有所遮擋嗰啲咁嘅景觀啦。咁所以房間嘅視野咧就會開揚啲嘅。呢邊係主人套廁，呢邊就係主人房嘅空間。視野咧都係唔錯嘅，景觀都係依然能夠透過前面2棟樓之間嘅罅啦，去望到呢個河景啦。同埋咧仲見到出邊嘅黃楊河嘅喎，非常之唔錯啊！而且呢邊交通都好方便啦，樓下有小區嘅巴士站就唔係直通巴嚟嘅，係嗰啲珠海嘅1蚊嗰啲巴士，同埋附近咧去嘉和城商場去呢個世榮萬達廣場去呢個招商花園城呢啲商場咧都幾近嘅，揸車講緊都係15分鐘左右嘅車程。嘉和城係最近㗎啦，行路其實都行到過去嘅，咁建議揸車，因為我哋好多香港朋友都係揸車上嚟嘅。咁99平方目前咧喺尾貨方面咧就仲有一啲尾貨單位，所以大家如果想選擇嘅情況下咧，
就會喺2號樓，仲有啲尾貨2樓啊、14樓啊呢啲樓層，同埋一棟嘅一單元嗰邊咧99平方一樣係呢種積，都有啲樓層5樓、7樓啊、12樓啊呢啲樓層嘅。咁講緊嘅總價嗰邊咧就係大概係93萬左右，93萬左右。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想一啲現樓即刻即買即收樓嘅，又可以享受到送車位嘅99平方呢種咁嘅積啊，聯繫阿媽啊，帶你嚟去現場揀2號樓同埋一棟一單元嘅一啲尾貨，執下一啲筍價啦嚇，都係唔錯嘅嚇。好啦，咁今集咧追訪呢個時日都會大景即將要加推嘅4號樓嘅情況咧嚟到呢一度。如果大家需要詳細嘅資料，下方評論區留言俾我，或者直接聯繫阿媽我。右上方嘅電話號碼或者 QR code 都可以直接揾到本人我嘅，我會本人全程帶你嚟睇樓，同埋跟進所有嘅手續。另外，亦都仲有一啲額外嘅優惠俾到你。1年辛苦嘅汗水，買層樓啊，獎勵下自己啊，咁作為下一年嘅工作嘅動力。好啦，咁今集介紹到呢一度，我哋有任何嘅情況會第一時間追訪俾大家嘅。我哋下集再見啦，我係你嘅灣區好波手阿媽。想租樓又想放租嘅香港朋友睇過嚟，想喺大灣區生活又驚買錯樓翻唔到轉頭，不如租套樓試住先啦。海量精選房源，真正實現零壓力融入大灣區生活。即刻撥打熱線電話54481444，租盤放盤記得揾中居地產。